就像天变地裂强中，1999年9月20日半夜，台湾出现了200年来最强的一摆体痛。强大的威力，明显是造成各地严重灾情，不论是了无全体、提前团体，规模都是不是有界。尤其体痛爆发点，还出现鬼错散、断裂退散，严重的容儿完全唔见得嘞。10年前台体痛嘅暗部，伫南投县国上乡9份二山两位，就是贵州台体痛嘅爆炸中心点。伫两位唔但将鬼错散完全变脱，还两位嘅内伤每本变内动到白。进途7.3，前途8公里嘅台体痛，相当系46只核磁弹一样嘅威力。不过经过安多年来到遐看到了情景，还是做啲验尸体验到，嗰两时爆炸嘅时节系有极定因为。9份二山因为9年之体痛，造成大约3500万地方公车嘅内石变脱，韩国地表降起，变脱嘅面积还多达195公顷，变作台湾100年来铁片嘅灾难体景。所以做得想象，200个体痛伤害有几大，还研究当到本连带影响嘅车辆不断层灾难，还那等影响。虽然台体痛嘅爆发点系对国上乡，不过冲入8公里嘅车辆不断层影响最深嘅可能系咧起点无方向。金丹强就前到嘅建筑楼教室王强强，一影响很一路向北经过台中到最北嘅苗栗人大兰街位。团层大天堂双芒切对动产，还两条南片从台中五凤经过太平、新沙、东市、石港到北片大兰嘅车辆布团层，虽然唔系体痛爆发点，不过因为激烈嘅地表运动，咪变作9日重灾区。断层有一个角度啊，30度啊，它正样在下头，它顺着30度的角度上来，刚好就是车龙埔断层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推力啊。我推你不见得是垂直推你啊，我推你的手。我也许推你这个手背，那推你手背你可能感觉不怎么样，但是那个力量啊，哇，会顺着这个手背的根筋的某个部分上来。除了有加环境嘅木硬体之外，其实该两市没有前多嘅共强设施全体起，从街下已经有22年嘅石港水坝。两部分都该安部就断做两截，部门还影响了几十万台中民众的用水问题。唔但像石港水坝，距离几公里远嘅头摆石港岔头，两位嘅铁路咪全部变做弯弯翘翘，完全变形。那全部都系因为对俩断层台体痛关系，一片赖过，一片扁带，让会出现按电影样嘅画面。不论铁路、道路也是建筑，经过7.3级嘅前层大体痛，都出现了电影样嘅容儿，双猛舒适，没得同时一下就变动到。除了大嘅企业造成几千几万人死伤，前到排国嘅会所，咪出现唔是看过嘅贴片现象。电影样嘅大体痛，唔但像系本高山变下来，本大路避开来，前到会所咪因为咁样变到完全冇强容力，尤其系对断层台嘅会所，佢变化还那系鲜明。从啲台安河大兰两片，两只会所唔讲你可能唔知，10年前佢其实是一只好大大天天，不过因为大体痛嘅关系，本佢出现断层，所以就出现了下看到嘅大峡谷体型，所以就喺想象街下嘅威力有几大。因为它是被这些震动或者是挤压挤出了一个很特殊的地形，当然了，那些地形里头有潜在，很可能是断层，很可能是地层的破碎在里头。也许啊，我们看起来现场看起来是很壮观的一个地貌，很好的一个风景区，但是相对的，它很可能在下一次的台风、大风大雨的时候，它会被刮下来，它会被冲刷，它可能会产生山崩土石流。除了当行人嘅大体痛体型之外，其实你看过去非常硬嘅一条石头，咪係當注意，因為你係提升地圖最新嘅石頭，所以用腳咁樣
出力捞起踢一下，也甚至用手按来扑一下，佢就会几只按送跌下来，做得讲系非常危险。因为体统本提前分出高低，两只围菜打烂东西夹夹嘅泰山粒提显，看起来重杆其实危险，青菜破坏就会规则变铁，显示大体统过后，台湾地图嘅大变化。也因为安样，两种原来特摆放菜规则，渐渐嘅山派都到落台水，通下岛就鬼片跳走，两面本应衣服到大佬921日有关系么？前度乡亲印象对度可能会感觉，世界世界连好吧长远都冇办法，尤其按当年来特摆不放菜做太水，好吧长远见来见法破坏未见来见严重，有人就认为喺未到921日之后，连山派土质变松有关系。那就是因为它地震大哈，它会产生很多叫节理啊。我们这个顺向坡的岩层有层理，那它的如果它节理少的话，也不容易滑下来，又在裂，等于说顺向坡它本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，这样一大片是一层，但是它这样再把它震断，所以我们那个草岭就是这样，它这么大一片火，它整片震断很多，它啪就滑下来了。它如果连在一起，摩擦力还比较大，不容易下来，就是说它会震出很多节理来。差不多确定係本921日真水嘅提醒，送嘅替代10年來係講拄到不太水就會受到衝擊，和差不多都造成嚴重嘅傷亡。看一下按當年來，從2000年8月開始，強烈風災比利時、中途風災上升，韓國2002年7月土指9年那日，因為熱切嘅山變內石，不論係山氣偏溶，總強造成嘅幾百人傷亡，幾百人財產損失。因為地球繼續暖化，怪異嘅氣候冇減少和增加，和見來見大嘅風雨，未不安嘅地圖受考驗，一擺比一擺大。從2004年7月面對的土石流，今年7月卡梅基大水，又造成幾十人死亡失蹤，農業損失超過100億。接下來9月，新落劇強烈風災，又本後方大橋斷鐵，路上盤點崩塌，來到電影鏡畫面出現到大家面前。兩擺嘅莫拉克，可能係50年來最慘災情。來到連沙出現嘅天災，常常未唔過係10年天天。台灣地帶有嘅車一看就知。台灣山區從頭會看到滿山係用貴片嘅檳榔樹，也係普通嘅果子樹。不過，你平常看起來動靜冇問題嘅。更重，其實係拄到北風菜做太水，就會從安樣滿山變下來，前多嘅果子樹、檳榔樹就冇得咧，安樣對安兒嘅生態保育未有動態嘅傷害。既然體質已經本百年大體統傷害過，從安樣山拿青菜開墾、青菜種嘅情況，也到咧天出愛嚴嘅管制，重新檢驗嘅時節，希望特擺台風太水，等影響嘅傷害限係未來。每一次災害發生以後，政府提出了很多的想法，看起來好像是要痛定思痛，好好將我們國土富裕來好好的討論。但是好像每一次經過了很短的時間，也許新聞遺忘啦，也許輿論不再批判啦，又忘掉了。從過去的幾十年到現在，我們覺得呢，好像山林的開發沒有減少，相對的有增加的趨勢。外結節來對抗天然災害，已經係當繞境嘅條路。不過，應用扮演有效率，可能未千重要。因為北風菜做太水，太及好等個嘅兩座橋，因為本太水大塊鐵過後，相關單位就對兩位起來一座新嘅片橋，喺兩種片橋對全台灣可能有幾百座安多。不過兩種老天對抗嘅方式，特別大塊鐵有起嘅情況，到底係咪有一套長久嘅計劃呢？唔單將臨時片橋，從安樣起咧有快，快咧有起嘅工廠，乃維都看到。其實安嘅國土保育負責嘅單位並唔會少，從農委會水保局、林務局、經濟部水利署、經建會，甚至係國家人事政府都有計劃。不過就因為影響嘅層面眾多，影響嘅人力物力有重大，一套完整嘅國土保育計劃
到底下都冇判发出来。从2002年，民进党执政时节提出版本，部每本国会多数唔接受，到底下执政党进行嘅研究，希望正式提出，而呢個國土復育計劃可能喺內國3萬多億夾夾去落實。不過面對幾耐見激烈嘅氣候，還有前多年大嘅山區，國土復育係唔係未有實施到做出必要嘅改變？我們人居住在比較安全的地方，我們再上去工作，因為我們現在的台灣的交通確實非常方便，就是說你說到說蠻偏遠的山也大概平地上去大概1個鐘頭左右就到了啦，啊，稍微遠點1個多鐘頭就到了哈，那可以上山工作，所以當時去上面去上下班，人死了不能復生，你東西被埋掉還可以再種嘛，那我山下工作為什麼不可以？住山下去山上工作不是很好嗎？為什麼我們人類一定要到山裡頭去跟老天爭地？為什麼我們對這些土地的利用要超限利用？為什麼原本屬於山林陡峭的地方，本來是直升生長的區域，我們偏偏要去把它開挖開發，甚至是讓墾盜挖呢？講咧假10年嘅國土復育，從10年前大體統到底下，啲經過按倒擺嘅天災過後，關係台灣地圖前途嘅課題，漸漸總得個拖下去。尤其因為係咪有很難欠嘅心，來全面探討，用百年到大自然和平相處。921對我們台灣造山，我們才經過10年，根據日本經驗，大概40年會比較恢復到以前的常態狀況了，所以我們才還有30年要過啊。那如果認為說好像沒什麼事，那就是我們太輕忽大自然了。東江嘅高山、向陽、河壩、韓國山派地，一向係台灣東沙皮嘅景觀。不過喺日趨開發、攞國土使用嘅情況下，就從攞大自然假地圖，早晚都會本拖轉去。喺長久以來，面對人田先天兩機會，從人咪唔過係傾天。總講人做乜嘅而讓個天，人用樣板有可能讓個天咯。